请牛仔，欢迎收看今日8月初2台起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镜头转来国内，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高温烧热，也若今仔日是透西南风，咱同齐看云图。今仔日是各地天气拢是好天到济云，也若过道是有局部地降雷阵雨，主要拢是落伫山区为主。也若伫大台北、中部、宜兰、花莲的平地落雨机会嘛有较悬淡薄啊。各地今仔日的高温普遍拢是伫33度至36度，天气真热。气象署继续针对咱全台湾15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伫台北和台东是柑仔式的高温灯号，有机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其他13个所在都是黄色的灯号。严格伫中岛左右，紫外线会较强，全台湾拢是危险的级数。所以乡亲若是透中岛有要出门在外，一定要做好早日，避免热伤害，嘛爱加啉水。来关心台铁，因为凯美风台，害铁路一寡所在拢断去。本地是讲这2天会取消82班的对向列车，也毋过赶紧抢通了后，对今仔日开始全线恢复正常。只是讲，若是火车驶经过灾害的路段，就爱驶较慢咧。也若伫好平和中德这个路段会改单线双向通车，所以车班会慢分。即马台铁的产业工会是积极讲，日头咧拼抢通，拢无去加强，嘛无去防护，帮线的问题根本就无解决，未来敢若会日头转去尔。对台铁家己工务段工作团队伫南京到后壁铁轨路顶行。行政院导英台慰问工程人员，凯美风台带来强降雨，地势八将溪水顶悬，和冲判去的铁轨路路基已经受保护啊。台铁公司暗时试运转了后，8月初2开始就会当双向通车。移出或者增列一些关于治水、关于交通，能够再进一步去精进，做得更好的一个预算。台风、天灾还是会有，但是人为的努力，才有办法把它降到最低。导英台要求台铁相关的桥拢要完成技术鉴定，确保通车了后行车安全。当时台铁北回线抢修进度比以前较紧，台铁宣布8月初2头一班车开始，状元线家己到新营一当双向通车，北回线和平到中德东正线一当单线双向通行。不过经过灾害路段会降速行驶，列车会慢10至30分不等。台铁产业工会质疑北回线为4月开始，因为土石流中断误解，佫发生石头结着自强河，以抢通为目标，恐惊有寡侪风险。甚至是说，我们在为了抢通的过程当中，甚至有同仁因为这个山崩的关系，差点被活埋这件事情，在工作上的治安风险提高，也是因为在这个抢通的观念底下，非常有可能造成我们同仁的这个危害。产业工会嘛建议，在极端天气的情况下，台铁应该爱全面检视，万一佫有路线因为天灾中断，第一时间爱伫卖票系统清楚公布，以免产生纠纷。记者综合报道。台北风台扫过了后，中华鹿港的顶环保地区的饮水、客家和附近的工厂损失惨重。民众即马就讲，这拢是因为溪边半化道路的工程，造成大水消透袂离，水路伤下，才会造成饮水。这是人为，毋是天灾。昨早相关单位到现场去会勘，当地人上百人冒出来抗议。10几个警察伫现场戒备，台北风台造成中华鹿港顶环保饮水。初一早起，工务处去仁和桥迄块地会勘，了解地灾的原因。百外居民抗议要追究责任，有民众想到财产拢污有去，全咧喊出来。嘛有人认为是因我厝溪破坏工程，造成大水要过无到跨所地。2台轿车拖拉库，所有的内底家具拢害，我冻死的尔。我了到惨重，要跑散。以早你搁较大，好一天免8点钟，咱车一定到啦，对无？水数对无？对我全是这多钱的嘛。当地一间纸厂水应该摇来，纸厂啊甲机器拢浸水污有去，初步估计损失2000万以上。头家讲，因几啊代人拢住伫顶环保已经要80年，直到早毋捌看过做大水遐尔严重。伊讲，因我厝溪的工程，更帮直接插落溪埔，占一半的块。地处大水来下袂离，这并不是天灾，是人为的。这个工程，甲迄铁啊，有无？甲迄铁啊拢钉落去了后，变做咧要消水的方面。那譬如讲40米，变成20米咧消，落雨你要叫哪消？杨子错期，因为施工造成了它的通往断面降低的部分，会去打一些施工钢板，所以这个部分我会请他说在汛期间先把它移除。这里我们在算整个水流是够的啦。哦，只是说
民众有疑虑，我们就去把它做好这样子。中华管府表示，造成水流无够快的更帮会优先拆掉，未来会重新检讨区域排水治理计划，提高防大水标准系数。受灾工厂希望讲，政府会当赶紧来补助，而且让灾害损失会当来拄今年的营业税，协助工厂会当重新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因若爱曝日才会好食的台南关庙面是真出名。当年的旧历7月，因为爱中原普渡爱拜拜，拢是关庙面的大月。只是讲即届受凯美风台影响，台南到这2天才出日头，嘛影响到关庙面的产量，估计会减3成。有业者是先延后外销的出货，嘛有人赶紧趁即马好天，将面杀出来拍。本来工人无用试咧丢面，先将面对好好济，才放去柑仔顶，落尾才甲撒去外面，连续拍3天才通完成。不过日前凯美风台变大水雨，地主户这面厂头家头壳摸咧烧，主要因为将近1礼拜无法度照日头光来拍面，连带嘛痛到后边的制停。业者估计产量尚无减3成，即阵因趁好天，赶紧派人来斗3工。如果好食了啊，无啊，听讲今年产量足少的，即工吼来拄好，佮买顶吼，我足欢喜的。看南边有乌云啊，是迄个北平这边，小可有乌云，咱这个地形吼就足够落雨的，所以讲只要有乌云啊，紧的趁还袂落雨之前啊，甲抢落来，啊无吼得着雨，这个面拢无效。关庙区农会指出，旧历7月是台南关庙面的大会，有济人会摕来做普渡贡品，所以订单平常时加2成。为了稳定国内市场，即阵有业者甲本价要外销出去的暂时延后，因为惊受气候影响，有人用砍走的方式来增加产量。不过有业者也是坚持用日头拍，讲安尼才食会到面粉的香。阮会去甲阮固定的外销的人客吼，互伊提早1个月来完成这出货的动作，也是延后半个月再出货安尼。靠日头有无吼，啊，佮靠自然风，豆豆啊，甲水分带走。加水伊硬性煮了伊会 Q， 你若伤过强济用风，硬甲吹，硬甲迄个话有无吼，伊的迄个硬性就无伊，会变做是脆。最近天气透早出日头，中昼以后无定时的落大雨，互客厅食饭的制面业真困扰。不过业者嘛把握时机赶货，要互消费者尽量拢通买到。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劳动部劳动基金继续在趁钱，新制的劳体基金今年顶半年趁5398亿外，收益率有12.96%。以目前有效的口罩有1272万个来算，平均每一个劳工退休金的口罩会当分到4万2，这是创下历史新高。来看联合报，去年疫情过后，边境开放。观光署有公布国内外旅客调查，去年来咱台湾观光佚佗支出平均逐人逐工消费的金额是减7.78%，无过开钱伫咱台湾买物件降上济，超过3成。另外，调查嘛发现讲，咱国人伫国内耍、伫国内佚佗的比例嘛在下降。也毋过呢，国人出国旅游平均一抓开6万外，这是比疫情之前开搁较济，加27%。来看中国时报。金门伫2月14日时，中国渔船并船造成2个中国渔工死亡。7月底，这个案已经结案啦，咱甲遗体和船只拢还互中国，嘛互对方慰问金。即马3月份甲单，互留伫中国一个姓吴的钓客嘛，风声传出讲伊会当转来台湾啊。国民党的立委陈菊珍有证实讲，伊8月初7就会飞家属去中国，甲人接转来。拜日透早，高雄的渔船姓英才36颗伫澎湖附近掠小竿啊，是去互中国渔船弄着，一个船员嘛受伤。按过中国渔船是做伊走，即马咱船头家呼吁政府爱保护台湾渔民。船体真侪所在受损，甚至落落去，可见浪的力道。拄啊经历弄船事故，新英在36号的船长一转来高雄新达港，游员赶紧整理渔货，谁拢无想过，本来出海3天掠小港，竟然会伫最后一天发生事故，互船长心惊惊。差别连命都无啊，袂惊嘛会惊咧。迄个渔工啦，甲弄安怎弄死伫厝啊，我无，这船就拢报销伊啊咧。
高雄这时阵成英在36号，前一天31透早，伫澎湖7米附近海域作业的时阵，甲中国渔船缅惠鱼弄着，造成船体真侪所在歹去。船顶的菲律宾籍渔工，阁因为安尼弄断扁仔骨，想袂到中船弄了后，煞马上逃走。发现胜船及民船，即实施广播鸣笛，要求停船受检。大陆船拒绝停船，并加速往陆方蛇行逃逸。永康舰即实施水炮来强势拦截。海巡接到通报，赶往事发海域掠拒绝停船受检的缅惠鱼，期间阁拄到中国海警船介入，将缅惠鱼炸落来。海巡嘛以无线电甲中方讲事故的状况。成英在嘛伫海巡介护之下，找半暝转来台湾，估计修理船的费用要大约130万。船东怨叹海巡互中方将缅惠鱼带走，嘛去中船肇事逃走，希望政府有作为保护渔民。海巡表示会准备相关证据，后续交予陆委会甲渔业署协助渔船要求赔偿。记者陈焕武、面交管高雄报道。继续关心加拿大海军巡防舰伫7月31日时有通过台湾海峡，通过目的是强调讲要促进印太和平。咱的国军有专程掌握嘛，即个海空的动态。一切是拢正常，也若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因嘛讲因嘛有专程监控该警戒。加拿大海军蒙特罗号巡防舰7月31日对北边向南边航行，绕过台湾海峡。蒙特罗号嘛伫面册打出图文，强调这是例行经过台湾海峡的活动，按照国际法运作，支持国际特殊。国防部表示讲，国军是专程掌握海空动态，状况正常。昨天一艘加拿大的巡防机舰，由北向南通过台湾海峡。那么通过台湾海峡期间，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系统，对于我们整个的海空动态都有完整的掌握，状况均正常。这是加拿大巡防舰经过台海挺印太和平，但是中国军队东部战区是讲，因专程拢对咧监视嘛加警戒，而且甲加国的军舰看作是威胁去无空。负责印太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国会听证会指出讲，美中竞争是目前美国外交面对的地缘政治的挑战，印太上激烈，美国就要采取更较侪行动对抗中国，包括提高自身作战的能力，打造海军强权，而且结合区域的盟友。I've tried to double down on our work in the Indo-Pacific. You will have just seen historic developments in Japan, stepping up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We've done a number of things in our unofficial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中国嘛继续加大扰台的力量，国防部上新侦查到中国军机29架，中国军舰10架持续在台海的4个地亚活动，其中13架中国军机是超过海峡中线，为着强化指管含情监侦的联络，甲即卖领克16资讯联络系统升级，台美已经签署20亿的资通系统提升升级规划合约，按算2026年年底进程完成，增进各式军备联合作战能量拍基础，买当含友好的国家分享战场的情资，做伙作战掌握中军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哈马斯的政治头人哈尼亚，伫伊朗去互飞弹崩死。伊朗昨昏摕伊举办国葬，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嘛放调讲，一定要互以色列付出代价。目前国际拢惊中东会阁烧战，即马国际的油价金仔拢清悬。伊朗当局猜伊伫首都德黑兰替互飞弹击杀死亡的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来举行国葬。再问哈尼亚观察的车队，不管经过的拢请一堆人。伊讲的气温上悬是来到摄氏39度，现场有泉水车是直接向军将来泉水降温。哈尼亚的遗体伫自由广场的葬礼仪式结束了后，就要运去卡达首都杜哈落葬。伊朗和哈马斯拢讲，以色列是这个暗杀事件的源头。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真正伫德黑兰大学主持祈祷仪式的时阵，就说要替哈尼亚的死亡会祭会刑。以色列政府的发言人对这是拒绝表示任何意见。总理纳坦雅胡30日说，伫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台是真主党最高阶的指挥官舒库尔。另外，伊伫哈尼亚暗杀事件了后，伫电视的演说内面讲，已经互敌人毁灭性的打击。בימים האחרונים הנחתנו מכות מחץ על כל אחד מהם. Israel claims that they want the hostages back, but acts like this are not going to make it easier to get the hostages back. Ismail Haniyeh was the prime minister of Hamas. He was the lead negotiator for Hamas. He was the more pragmatic one.
And Israel's likely to want Sinwar's head. 看到中东的冲突可能扩大，美国、英国、澳洲是小连锁呼吁公民随撤离黎巴嫩。另外，国际油价、金价30亿嘛，拢总因为安尼拢起啊。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罗西亚和相仿的盟国波兰、斯洛维尼亚、挪威和白罗斯，今仔日会进行冷战结束了后规模上大换越人的行动。继续关心美国和乌克兰的官员是证实讲，西方的国家和乌克兰的 F-16战机已经送到位啊，真紧就会投入战场。另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外表示，因无希望中国在俄战争当中去做中人，因是希望中国和罗西亚压力，和罗西亚来结束这场战争。来关心经济发新社报道，在南非的东北部拜日时，有一台载30个学生囡仔的校车经过铁路的时，甲火车相撞，造成6个囡仔死亡，阁有19个学生受伤。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新北有一个查某高中生，伫休热时报名申得一个夏令营，伫尖石乡的山区撩溪耍飘飘河，也过不幸渡水死亡。因为即马阁发现讲，其中一个教练的证照过期啊，而且主办单位办这个活动嘛，拢无去登记，无法度比查。专案即马是依照过失致死罪已经送办。警方去到溪边，流水有外深。办休闲活动的业者在地边啊，因为因办的营队将一天标出渡水的事故，救护车才就同步出动。一个渡水的查某学生已经被教练救起来岸边，不过已经无喘气、无心跳，紧急送病院急救，也是救无倒来。这个已经白逝姓魏的学生是新北某一间高中1年的新生，家长替伊报名参加民间机构举办的5天4夜夏令营。7月31日下晡4點外，在新店尖石的引兵溪體驗飄飄河的活動，那像卡去卡在石頭旁的，落尾不幸渡水死亡。如果我带我的小孩要带这么多小孩去，我是应该事先想到说他们可能会有状况。那我相信园区他们这些业者办理了这么久。那会不会让我感觉是便宜行事？当然就是同理安慰，很遗憾呐、后续会帮我们去陪伴呐、听到说他可能有法务的这一块，我赶快跟新北政府也联系了。死者的家属不满山区的天气无稳定，迄当阵水是真错流，水位嘛真悬，现在活动无暂停，而且对照原地行程，还阁提早1天进行，嘛只支在场的教练去牵着救人的时间。甚至伫消防员到位进前，拢无甲伊做 CPR。也若共团其他的家属认为讲，代志发生了后，业者处理的动作太慢。觉得跟其他的夏令营比起来，他们是真的，危机处理的应变能力不是很好，因为几乎都没有主动跟家长联系过。经过当地教育局的稽查，若发现涉案的单位，其中一个教练证照已经过期。办理了解相关的活动，嘛无申请送件予官方比查，打电话予业者，嘛无法度得到回应。不过，这场营队的活动参加的费用都要万外块。虽然业者有投保保险，不过水域活动的部分有标准保额相关的规定，官方发现业者无投保到上计法定的标准。这个查某学生死亡的原因，还有2个教练甲业者过失致死的责任，检方会继续来厘清。新北教育局已经协同法制局提供家属法律的咨询，也有后续保险理赔的事项。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宜兰的兰阳女中学校最近发现讲，礼堂窗仔的玻璃风弹甲一空一空，怀疑是有人开枪。报警察处理了后，即马认定是空气枪弹的。不过呢，到底是好耍，也是咧恐吓，爱个调查。学校礼堂玻璃全部吹去，中面阁有真侪枪子空。宜兰国立兰阳女中最近，互民众发现礼堂疑似互不明人士开枪，随通报校方请警方处理。OK。目前是休热期间，不过校园内也是有将近400位学生上暑期辅导课，传出枪击事件，校方是引起惊吓。不过也有学生认为这是有人跳岗变鬼变怪。是调皮捣蛋啦，我们还好。学校这边，这一阵子也没有收到跟邻里之间有什么样的投诉或者怎么样子，而且是暑假期间，基本上学校的活动也比较少，也不可能有些噪音啊什么的，所以那个什么呀，这一点我们是
对于形成的原因，我们还不是很清楚这样。学校表示，甲厝边关系袂歹，无结怨。李董最近因为时间较无人来，好开场的时间点，佫无法度确定未来加强巡视，确保校园安全。警方初步调查，伫现场捡到14粒枪支，包含塑胶枪支、甲钢珠枪支，而且发现将近18个枪支痕，疑似是空气枪。目前警方积极调阅监视，并查访附近住家。将迅速锁定犯嫌，查缉到案。根据了解，枪支的轨道疑似是对车路向里长的窗仔门开枪。警方指出，稍后会积极调监视器查访附近的徛家，掠到犯人。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劳基法是保护劳工上基本的权利。台湾劳基法实施到今年拄好满40年，昨昏就一个劳工团体召开记者会，提出劳工版的修正草案。内底包括有关加班费、幸福劳工7天的固定假日，嘛爱增加退休金。因此希望9月份的时会当甲修法的草案送入去立法院。台湾的劳基法实施到今，今年拄好满40年。劳基法当中加班费的部分，拢毋捌改变过，拢是1.33倍甲1.66倍的加班费率。劳工团体组成尊严劳动修法联盟，要求伫即个啥物拢起价的年代，加班费嘛爱煞咧增加才正常。一般工时的加班费率其实1.33和1.66的部分已经持续了40年没有修订，那所以它也会影响到这个第32条之一有关于补休的部分。那也会因为说这个立法委员也会说，因为难以计算，所以只能用工作时数来换算哈。所以我们会希望说24条的部分，立法委员能够修法好，让这个1.33、1.66变成2倍和3倍，让台湾的劳工的在加班费的部分能够获得合理的薪资。来自无共力气的工会团体组成尊严劳动修法联盟，公布劳工版的劳基法修正草案，包括提高加班费、限额7天假日、增加退休金、保障工课权、绿色爱保障甲罚款爱有效6大修法方向。建议修法内容内底嘛包括照顾绿色劳工。劳工团体指出，亲像渔工、手工、营造工，也是看护工，常常超过工时、加班、赶工，却拢无工时记录。要求趁即届修法爱立法要求雇主提供遮个劳工的上下班记录。雇主有较无良心的嘛，就感觉讲啊，这算起来，那依法去算起来会足侪钱的，所以阮常常听到就讲饮水啊啦，火烧啊啦，这寡资料拢无去啊，阮感觉这拢是一个理由啦，所以阮感觉要解决这个问题，上简单的就是逐个月互劳工薪水的同时，你搁互伊打卡单，安尼银行会使马上会使去算，看有问题无。另外，台湾伫2016年实施1礼拜休2天，所以减少7天的固定假日。尊严劳动修法联盟要求政府爱恢复原本的固定假日，来增加劳工休困的时间，以免过劳，嘛会当带动台湾国内的观光产业。尊严劳动修法联盟希望9月份会当甲民间版的修法草案送入立法院，争取摆入后一个会期，启动劳基法修法的工程。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另外，为着要改善医疗环境、留医疗人才，台北荣总今年6月份的时有宣布5大专科住院医生1个月薪水会加6000。昨昏因搁再宣布会提供全新的医护宿舍大楼，内底有1200名床位，而且要住宿舍1个月1000块尔。护理人员赶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为旧宿舍搬到新宿舍。因为台北荣总的新医护宿舍大楼7月正式启用，而且1个月的租金仅1000块，其他的成本由病院来吸收。希望来北部的医护人员会当就近住伫宿舍，降低经济负担。对于刚毕业的人来说，其实在台北要生活出来，要养活自己的开销之外，房租其实也非常的昂贵。希望藉由这样子的一个良好的环境，可以改善跟舒缓那个护理师还有医疗同仁下班之后的一些工作辛劳。院方表示，这栋新起的宿舍大楼是由企业集团善心捐起的。地下1层、地上18层，用饭店式管理，内部有1200床，予单身医护人员住。另外有44户灌舍，也加9户学人宿舍。1楼还阁特别设值班床，予值班的同仁使用。而且新宿舍就伫咧园区的后壁，万一若是发生重大意外事故，也当紧急动员处理大量的伤病患。凌晨没有捷运，可是我们住在宿舍里面，半夜3点要来都可以。
所以这个是一个宿舍的一个好处。你大量的医护人员在这里，你随时可以支援任何任务，包括台风来了，交通都断了，北荣可以继续的守护病人。院方表示，今年6月就已经针对内外妇科、儿科甲急诊这5大专科住院医师，每个月加薪6000块。即马8月，搁加这个新医护宿舍大楼，希望会当有一个带头作用，提升医护人员各项福利，吸引更加侪医疗人才留任，也甲投入台湾的医疗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每年就会进入超高龄的社会，老人失智这个问题嘛开始受到关心。有科学家就发现讲，失智症是会当预防的，也那嘛会当做一寡代志，互病情较慢恶化。有专家就建议讲，量早去治疗听力退步，也个目睭模糊，而且爱降血油、减食加工食品，才对降低失智症拢有帮助。你敢是真介意食火腿、烟肠甲虾粥？若准食了想要减少得到失智症的风险，上好会当控制卖食伤济这的加工肉品。根据 CNN 引述一项初步研究的报告显示，比起一个月敢若食3份加工肉品的人，逐工加食31克的加工红肉，得到失智症的风险就加14%。毋过，逐工若改食1份坚果甲豆类，失智症的风险是降做20%。加工肉品有真侪添加物，饱和脂肪、钠，阁有硝酸盐的量相对较悬。已经有研究显示，食伤济会提悬致癌、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甲中风的风险。哈佛大学医学院专家威勒特指出，这项研究阁需要更加深入的探究。分析加工肉品的倒一寡成分会致使失智的病情，不过要避免失智症的发生，控制饮食绝对是真重要的。面对高龄社会，一项新数字显示，2050年全球失智的人口会达到1.53亿。失智并不是单纯的老化，是脑细胞退化、死亡，引起大脑的皮质受损，来影响到认知的功能。For about 30 years, we did not have any disease-modifying treatments. Now things have changed, and we see new treatments coming into the market. And therefore, now we know that we have the potential to identify patients early and identify the right patients for these treatments. 出版权威医学期刊《刺骨尖》的组织最近发现有14项可能致使失智的风险因子，其中10项甲中年族群真有关系。专家提醒讲，保持身体健康的行动永远袂伤晚。对中年开始改变饮食习惯，加运动，定期健康检查，控制血糖、血压甲血油，维持健康生活形态，会当延长或者是避免失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台基本看榜来看，即阵秀抓有真侪夏令营，有家长会甲囡仔送去参加，希望会当加减学一寡物件。伫台北市的双联教会，逐年秀抓期间拢会举办台基囡仔营，甲当已经办10档啊。真侪囡仔伫秀抓期间会去学讲台语、学写台文。囡仔真活泼，对音乐在唱台语囡仔歌。休乐期间，真侪家长会互囡仔参加夏令营，亲像这个伫双联教会举办的台语囡仔营，就通唱台语歌、读台语文、写台文字。咱甲低年级的囡仔，我就教伊唱囡仔歌。高年级的囡仔，咱就开始就是亲像咱全国语文竞赛种朗读。对老师念甲台语的集声念好清楚。双联教会已经举办超过10档的台语囡仔营。调集这摆营队的陈金泉老师讲，有发现这几年学台语的人愈来愈多，希望透过营队，互囡仔踮厝也讲台语。忙，这囡仔转的时候，我拢甲这家长讲，因转的时，恁都爱含伊讲台语，恁就是阿公阿妈就是恁伫厝里的台语老师。这真要紧，恁若无传入去时，因转的时，阿公阿妈嘛是一种含伊用华语讲。
陈金泉老师认为，除了学台语，现阶段推广台语同款重要的是要培养使用台语的语言意识。在日常生活当中，甲台语讲好自然，讲好水，这个语言就通继续传落去。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另外呢，伫嘉义市的文化局因有配合独立册店举办5场讲座，是邀请5个台语文的作家，用诗文歌曲和大家分享交流，希望让大家会当感受台语文学的优雅。台语诗人罗汉秀老师用大家来绍介伊的作品，有讲国家历史的诗，嘛有绍介台湾各县市的诗。罗汉秀老师就鼓励大家讲，台语诗会当有真侪技术呈现的方式，透过这种结合，就会当甲咱的文化甲美意，互更较侪人来看到。有的人拢对台语有一寡误解，感觉伊就较粗俗、较粗鲁。但咱伫即个过程当中啊，听老师安尼分享，咱感觉讲是足优美的、足优雅的，而且呢，佫有充满着对即块土地这种感情、这种爱。我希望讲，这诗歌的作品也当涵盖面会当较宽，无一定讲干某一个展出。所以不只是讲诗甲音乐做结合，我嘛尽量甲诗去甲戏剧、甲舞蹈，甚至甲艺术歌曲、甲歌剧去结合。嘉义市文化局配合在地独立册店，邀请几位台语诗、台语小说或者是台语文推广的人，针对台语文学举办讲座活动，希望来推广台语文的画图创作甲学习。写文章，还是讲要写歌，你也无台语文的底子，还是讲你无讲台语，你无法度写出遮水的诗。上重要就是佮找回你爱去看册、读册的力量。过来，你爱家己动手，甲你父母的记录写出来安尼。罗汉秀老师表示，母语的保存袂当干那靠国家的政策来要求，透过诗、小说或者是歌词这文学作品，互语言甲文字的使用挖进生活，才会当互台语文的推广愈来愈顺利。记者林慧玲嘉义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传统的歌戏，即马嘛对时代咧行。这是棉花园戏剧总团甲孙翠凤一挂歌戏的动作，即马已经完整放入去电脑内底，而且佫用元宇宙的方式，互观众会当伫虚拟空间内底看歌戏。棉花园嘛，当地规划要用元宇宙来融合歌戏的教学。操控戏剧世界内底的进步，就通设置的元宇宙内底，小解棉花园戏剧总团的博物馆。棉花园参流行歌手甲团合作，甲经典戏出和相处并战略，编做全新的歌曲，结合元宇宙的影像，互观众新的看戏经验。每一年棉花园总团拢咧思考，我今年出来新戏，我到底要安怎甲现代的观众做结合？做交流。北欧他们用了歌剧，再加上摇滚乐的做法，然后融合出很现代、很新颖的新的音乐模式。然后那歌戏呢？歌戏是 Taiwanese opera。孙翠凤讲，歌戏自古以来就是一直随时代进步、对咧改变的传统戏剧，每一年拢爱变出新的出头。亲像即摆为了创作元宇宙内底的戏剧角色。棉花园表示，除了开大钱，也真考验演员的耐心。辛苦的地方是孙老师要同一个动作真的是 N 遍，那我有帮他统计，最少的一个动作做了42次。孙翠凤为了让电脑列出上完整的动作，每一个动作都要斟酌做真侪摆才通完成。棉花园表示，即我电脑内底已经有孙翠凤的戏剧角色。所以来规划用这个戏剧角色融入歌戏教学课程，让歌戏的传承通更加多元、更加利便。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亚里巴黎文化奥运嘛有歌戏表演，这是咱台湾真侪戏剧专家啊，有甲戏剧新编。组团队用台语和客语来唱出咱台湾历史的价值，而且嘛传达台湾对性别平等、平权的尊重。这精彩表演，拢让世界看到咱多元的台湾。
用台湾上传统的歌仔戏扭开彩轻旗，夹到台卡来甲外国朋友互动。这是戏曲实验团队为着芭蕾文化奥运所表演的在恁介意歌仔戏，用比武招亲的内容，演出公主互相意爱、王子介意查甫的故事，用歌仔戏传达台湾作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展现台湾对性别平权的尊重。来法国表演呢，上重要的是这语言的隔阂，就是我们在对各式各样这个世界的人呢，不管是国籍呀，还有语言上啊，他们是完全听不懂的状况下呢，我们要如何用肢体的表达，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说的是台湾的语言。刷落来表演的是可怜的人，戏曲新编团队改编自法国经典文学的悲惨世界，因希望透过法国历史来展现出客家族群四过迁徙的过程，甲客家以客为家的论性。客家这个字，其实它就是以客为家，对，它没有居无定所，它没有一个定点。对，作为一个它固定的住所。那在《悲惨世界》这出戏，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客家的精神。另外，台湾的乐团 Root 总金星嘛，伫舞台顶展现台式摇滚，将台湾庙口文化介绍给法国朋友。文化部希望大家会当斗阵支持台湾文化表演，除了替台湾选手加油以外，嘛让世界看见台湾。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天气报你知，和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有34度。今日外岛的温度上低是27度，上悬34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